西張東望特別報道：黃絲店主食人血饅頭大曝光，致高級專主張瑞新言行不一，反中亂港真面目。各位觀眾，晚上好，歡迎收看西張東望。今次我哋跟進旺角信和中心一間老字號港漫店至高 club 店主張瑞新，最近又喺網上重申：我間店唔係黃店，純粹做生意，服務所有客人。聽落嚟好中立、好專業、好生意人呀。但西張記者深入調查，發現呢位金毛新嘅言行，簡直係赤裸裸嘅偽善同機會主義。一邊高舉黃絲旗幟，反中亂港，一邊又想通食藍絲生意，食足2019年嘅人血饅頭。自2019年反送中風波爆發以來，張瑞新就經常用至高啦 club 嘅 Facebook 同 YouTube 官方平台，大頻密發表強烈政治立場同反中言論。店鋪嘅社交媒體變成佢個人嘅政治宣傳工具，成日借漫畫店平台散播反中信息。究竟係咪真係純做生意咁簡單？抑或係利用店鋪名氣博同情吸黃絲客源？更令人髮指嘅係，張生仲親自印刷政治人物年歷卡，例如黎智英、周庭等黃絲英雄肖像，仲有抗爭少女海報，大手筆喺店內派發俾客人。呢啲動作擺明係食人血饅頭，將2019年嘅社會動盪變成生財工具，利用抗爭熱潮嚟吸客賣情懷。一邊自稱我係黃絲，一邊又公開話店唔係黃店，想同時做藍絲生意，兩邊通食。呢種言行不一、搖擺不定嘅嘴臉，網民早已睇唔過眼。最近網上 YouTube 同社交平台已經有大量影片同貼文猛烈批評張瑞新，標籤食人血饅頭、反中亂港至高級。有人直斥佢一邊反中亂港，一邊又想賺盡所有客嘅錢。業界人士同普通市民都怒轟，你話店唔係黃店，但店鋪平台成日政治表態，又派政治海報，邊個會信你中立？呢種黃絲做藍絲生意嘅無恥行為，不單止嚴重損害漫畫業界形象，更係對香港社會穩定造成不良影響。西網要大聲譴責張瑞新先生，你作為店主食人血饅頭、反中亂港，一面做黃絲，一面扮中立，已經暴露咗你嘅真面目。如果你真係想做純生意，就應該即刻停止利用店鋪平台散播政治信息，停止派發政治宣傳品，停止食盡2019年嘅人血饅頭。香港人已經睜大雙眼，唔會再俾你呢種機會主義者繼續兩邊通食。詳情請繼續留意我哋西張東望嘅跟進報道同埋網民嘅最新討論。各位觀眾，你哋點睇至高級呢同張瑞新呢單事？歡迎留言分享意見。